已经卖了34届基美艺术奖，所有得奖者的作品已呈现伫颁奖典礼会场，并希望透过奖助金，让少年艺术家会当专心创作无效果之忧，嘛有机会伫国际舞台发光发热。4号基美文化基金会盛大举办颁奖典礼，先由场地艺术家胡志伟演奏，带领现场贵宾进入浪漫的情境。去年因为疫情，只当伫线顶颁奖。今年包括评审甲10位优秀的得主，拢召到来接受表扬，场面相当温馨。主办单位勉励所有得奖者一定要感谢父母，并且伫艺术的道路上保持热情，用得奖的荣耀坚持行落去。要拿到这个艺术奖，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刚才讲了，除了这个感谢父母这个日后的努力还有当然也就是说也是一种机遇也是以后你们制胜的一个关键根据统计，基美艺术奖34档内已经累计有355人次获奖，奖助金超过1亿2千万。奇美艺术奖34届以来总共有我没有听错的话，355位得奖者颁发的奖金超过1亿2600多万这个数目其实对一个企业家来讲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大但是对整个台湾的文化艺术的领域影响非常的深远。主办单位嘛公布第35届基美艺术奖对10月开放报名，招伫美术创作包括绘画、雕塑，或者是音乐，包括钢琴、弦乐甲声乐等等有优秀的表现，拢欢迎来挑战。台湾新闻军事采访报道。